续来看府大病院，疑似爆发着告知外泄，讲这个病院有一个呼吸的治疗师，甲人选病院工会代表，竟然偷用同事的小号投票予伊家己，搁害入去病院内部系统，共偷看到病患的资料。若是真正有资料流出去，讲包括林志玲甲伊厝内底的人，拢会是受害者。也毋过病院讲，因调查了后，并无发现有任何的告知来外泄，嘛已经甲迄个治疗师来处分了。马道林志玲和病院的长官欢喜翕相，2018年希望用基金会名义捐500万予府大病院建置儿童早疗中心，而且徛伫咧伊身边的爸爸林焕南本身嘛读过辅仁大学。身为府大器官系第2届校友林志玲的爸爸，佮捌伫咧学校内底举办展览，当时林志玲就捌甲爸爸支持，看出和府大关系真歹。不过，佮即马所传出，包括林志玲和因规个家族，拢可能拄到病院个人资料漏泄的轨迹。代志甲即回伫咧府大病院姓周的呼吸治疗师牵卡。根据周刊报道，伊是为着去年10月份病院举办的工会代表选举，需要其他同事嘛投票予伊。不过其他人当要投票时，发现竟然已经有记录，才发觉号码扣偷用。病院遂开始调查，受害拢总有6位休假同事。研判即位治疗师应该是利用大面板伫办时偷用同事号码，另外阁有其他同事指控有2台公务电脑扣偷用，会当伫咧线顶操作病院内部系统的转发伺服器，阁会当看患者资料的记录，号码就是治疗师的英文名字。虽然病院已经3度停息，而且向调查局检举立案调查，不过却无改处罚。就是调查结果跟司法调查结果，目前本院没有任何个人外资各自的外泄，因为在司法调查中嘛。所以目前是调离现职。就算病院强调无任何个人资料泄露的基本，不过病院内部治安最看芳，骇客阁是家己人，病院就要赶紧无破网，卖互看诊患者提心吊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